那我今天呢，其实就来给大家讲，就是讲一个故事哦。现在是藏传佛教法会的力量单元的第5集，今天来到了第5集，很快哦，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我今天的主题呢是超度商场怒魂啊，超度商场怒魂。我再看看还有谁在线上啊？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哦，我们的基定美女Mr. 蛋帅哥，你们好。好，那我今天就不耽误大家太多时间，那我今天就开始这个就是故事，还有我们的法会成员 Freddy 还有 Cynthia， 你们早。那其实今天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大约在2016年，事情是这样子的。我记得那一天哦，我下午的时候大概是吃了午饭，大概2点多左右吧。那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就是挺陌生的了，我就没有就是特别去留意这个声音，我觉得这个声音蛮陌生的。他是跟我讲英语的，那他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我现在要去你的祈愿堂避难。我说，到我祈愿堂来避难？啊，他说是，我现在不能够跟你说，你可以帮我马上就是安排一场法会吗？那我听了就是有点不知道这个人是跟我开玩笑还是真的。不过在听他电话里面的语气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他告诉我说，我现在半个小时我就会过来。我也就半信半疑了。后来我再问他，你到底是哪一位？他说我是某某，就是商场的一位职员。那我听了，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我就有点印象。我想回来说，这位就是我之前就是他的一个就是主管呢有联系过我，他的主管有联系过我说，以后呢就是安排法会的事宜呢都找这位就是这位小姐。所以那我就说OK， 那我就等你，就马上了，就是在那个状况之下，我就马上就是帮他安排了就是法会。那我记得我那天安排了整8个人的这个大多杰熊灯法会，大型的多杰熊灯法会。那我也不知道他来不来啦，反正就是电话我就安排了所有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15分钟里面，我们就叫了所有的志工啦，还有义工帮忙，就是等着就席他的到来，然后我们就进行这个大法会。大概是3点左右，3点左右。这位小姐就到了我们的这个就是祈愿堂，她穿的就是非常的斯文，很漂亮，就是一个很专业的上班族。那身边带着另外一位，就是他说是他的新主管，他这个新主管也跟着他一起来。我看他们脸色呢，其实是非常的苍竹，然后很慌。尤其是那位打电话给我的就是小姐，她的脸色是很苍白的，虽然是化妆化得很精致很精细，可是你可以感觉到她的眼神是充满了就是恐惧。那我就没有跟她多说，因为她整个人好像已经有点被吓到，就是整个好像有点软的那个脚软的感觉。那我就看她很紧张，我就斟了一杯水给他喝，热水给他喝。我说你定下来，你好好的坐下来。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法会马上要开始了。他就整个人就是坐在沙发上，那左望右望，那个眼神是很慌的。
其实我想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还没有来得及说的时候呢，在他身边的那位主管就告诉我说，其实，他说他看到了，就是他昨天他看到了，就是他回家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个有一双手啊，就是血淋淋的手，出现在他的那个就是他的就是眼前这样子。然后当他一看的时候呢，那双手又不见了。所以那位小姐其实她本身是非常害怕的，所以她没有办法，怕的没有办法讲话。就是我看她的手也不知道放哪里，就放膝盖也不是，放这边也不是，放那边，就是一直戳着她的手，一直握着她的手，一直戳着她的手，就是很怕。那我就说 OK 好，那我大概就是知道这一些，那我们没关系，我们先做法会。那我们就马上进行了法会。我们8个人就开始这一场法会，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在间中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怎么样的状况之下呢，因为我们很专注的在做法会，那我也有注意到他，我一直在注意他，我发觉到他就是很坐立不安，眼神一直这边望那边，望这边望那边，就好像感觉他很害怕后面有人跟着他，后面好像有东西好像在跟着他，或者是要捉着他这样子。那就在我们在念到就是半途的时候啊，就是差不多法会差不多到了一半的时候呢，他忽然大喊起来，整个人很慌的站起来，不要碰我，不要再靠近我。所以我们每一个就是法会成员就是有点吓到了，每个人都吓到了，就那个手势就是说好像在推对方走，那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在心想，在禅修林里面，我们是得到仁波切的保护的，不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发生。那不管是土神灵呢，就是灵体呢，他们也不会这样子，就是说，忽然之间跑进我们的这个就是中心或者是起源堂。那时候我们的起源堂还在就是吉隆坡。所以我就觉得不太可能，可能是我是心想他是太害怕了，害怕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他自己想象，和他自己在想象。那好不容易法会做完了，就是法会做完了，那我们在中间就是安抚他，又再坐下来，他自己也在坐下来，还好就是有一位就是他的主管啊，他的主管陪伴着他，就一直拍他，就是叫他不要怕，我们在做法会。那我们那天呢做了就是108次的那个金酒供养给他，然后还做了很强的那个烟供。那做完了之后呢，差不多接近尾声，他整个人就好了，大概是差不多1个小时了1个小时，我们的法会1个小时半才完成。那他整个人就好像比较平和了，就做的比较就是属于就是他就是比较正常的那个状态。那他就平静下来。那我就说，你们就许一个愿吧，就许一个愿。那他们就双手合十，就2个人都很诚心啊，双手合十，2个人都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就是那种自愿自愿女性啊，非常的专业，打扮非常的就是端庄，然后戎装也打扮，就是也画得非常的细致，是一种就是可以你看得出来她们是非常大体的女性。OK， 所以这种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应该是算起来是他们应该是被惊吓过度。那我们法会就做完了，然后我感觉到他呢，就是说他自己后来也就是感觉到他整个人就比较平静下来。那他说他自己感觉他自己好像重生了回来这样子，就是整个好像整个好像回来就好像魂魄回来了，整个重生的感觉。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那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啊，我就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么样子？
然后为什么你会怕成这个样子？那我跟这位小姐，其实我们通过电话有2、3次，我没有见过她，其实我没有见过这位小姐，所以我就问她，到底怎么样了？你最近状况还好吧？那她就告诉我说，他们的就是在这个商场的那个他们的店就是闹鬼。我说，他说呢，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是发生了差不多持续这样子呢，就是好几个月，就是在他跟我联系之前呢，已经是在发生。那昨天晚上是最严重的，他说最严重的，他驾车回家的时候呢，他说他那时候其实是傍晚而已，天也没有暗。他说他驾车回去的时候呢，他感觉到就是说就是他看到了，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幻想还是他太紧张了。他说那个因为整个公司的气氛就是很紧张，所以可能也造成了他自己很紧张。他说他感觉到就是说他的车窗啊，他说他的车窗就是比如说这个是车窗了他说就是有一双血淋淋的手一直拉着他的车，那他还有那个头啊，就是有个那个头，那个就是那个很可怕的头，就是说那头就是满是血的，他就是说这样子瞪着他。那时候呢，他说他在马路中，他差一点就是说他差点就被惊吓到，就是连驾驶盘都忘记抓了。还好他说他那时候整个人醒了下来，镇定了一下所以就不导致车祸。那就这样子，就是一直回到家呢，他还是感觉那一双就是那双血淋淋的手就他说那手很大的，全是骨头来的。他说那手就是大，然后看到骨头的，然后是全部是血的，这是他告诉我的。那全部是血的，所以就是一直好像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那因为他自己就是以为他自己太紧张，所以他就没有去想太多，所以他就逼自己睡觉就是昨天就是他逼他自己睡觉，可是睡觉的时候一直发噩梦，一直就是发冷汗，然后自己第二天就一大早呢就赶快冲来就是公司。那在公司的时候呢，他也觉得很不舒服，他就感觉他自己好像窒息这样子，就是好像被东西好像一直有东西这样子压住他，不能呼吸，就觉得自己一直好像要倒下去，然后有东西一直想要抓他，然后跟着他。那到了就是办公室，他撑了整个早上，他说他没有办法吃早餐，也没有办法去专心做事情。那最后他自己忍不住，他觉得如果这个真的是幻觉，他也要告诉他的主管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就跟他的主管说他的整个状况。那哪里知道呢，他的这位主管呢，就是非常漂亮的主管，他以前是一个就是梅姐来的这主管说他也感受得到这个好像这种就是很诡异的一种状况。那他告诉我的时候，他说那个主管也是，其实他没有就是这位小姐那么的就是害怕恐惧，可是他自己就有点就是不镇定啊，他就说其实他也感受到就是说他回家的时候呢，他感觉到就是有人跟着他。那他在就是他在自己的这梳妆台做东西的时候呢，他感觉到好像就是有一股气，有一股力量这样子，就好像就是压过来。可是他左看右看又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所以他也开始就觉得有点就是很不妥。那他们谈了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之后呢，他就告诉我说，就是这位主管他就比较镇定了，他就说他的公司啊，这2个月他的员工啊，每一个人就是生病的生病，进医院的进医院，没有办法做工。就算是没有进医院的话呢，都就是有一些都没有办法工作，就是总之就是觉得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那他的同事就是他的下属告诉他说，他们看到公司
有人影，然后就是他在公司的时候呢，他们在公司的时候总是看到有一些东西他讲不出来。那有一些人告诉他说，就是说，他看到就是说，有一两个人在公司里面走来走去，那而且状况都是就是说他们那个样子都是蛮可怕的，蛮可怕的。所以公司里面的人完全没有办法工作，差不多据他所说呢，就是一半以上的人就是一半以上的人都进医院的进医院，如果不是他进医院的话呢，就是他的亲戚忽然之间病重进了医院，所以造成他的公司里面的每一个人精神状况都很差，然后也非常的压力。那他就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他讲的时候呢，其实他整个人也是非常的担忧，因为他是刚新进的主管。那他之前其实旧主管有告诉他关于这些就是灵异事件，他很坦白说了，其实他本身是不是佛教徒？那他是道教，他是比较倾向道教的。那他自己本身有一个道教的师父，那所以他基本上呢，他没有说，就是说他不了解，就是佛教的那种，就是所谓的教育，他也不知道有所谓的什么叫做法会，那法会的力量他根本就没有感受到。那后来我们就这样子谈，他终于也就是很坦白，就是跟我就是如盘实说。原来在那个就是新旧主管交替的时候呢，就是在那3-4个月的时候呢，本来就是说旧主管有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就是去联络这位就是科切拉的就是法会主，叫他们每1个月帮你做一场法会。那后来我在了解呢，才知道原来这个事情的根源是好多年前呢，仁波切有一位就是学生呢，就是有一位他的学生呢，其实是认识这个前主管。那这位主管呢，其实那时候也发生同样的类似这样子的这种就是灵异事件。那他就请求这位就是佛友，就是跟仁波切就是禀报。那个是很久的年代，就是然后仁波切就帮他们做占卜。然后跟他说呢，你们一定要每一个月赞助一场就是心经除障法。心经除障法是一个很大型的法会。那就是每1个月都要定时的去做。所以呢，前一任的那个主管呢，他一直都有做。然后直到他卸任为止呢，他也有跟这位新任的那个主管说，你一定要进行这个法会要不然可能你会有一些麻烦。因为他本身他没有接触过科切拉佛教中心，他也不了解什么叫做法会，所以他说他从小到大的那个环境呢，都是与道教有关系的，所以他不能够就是接受一场这样子的什么所谓的法会就可以帮到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而且那时候他刚刚来，他也没有经历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他不觉得很重要。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那当他就是后来呢，就是他进来的第2个月开始呢，就状况就发生了。那他们呢，就是在他的就是下属呢，就是他的员工，就在他们的那个公司里面那个商场的那个就是 store room 就是我们所谓的储存屋里面 ，CCTV 呢拍到呢，就是那位就是经理进去拿货的时候呢，那有人跟着他，一个黑影跟着他，然后不是一个，那有些呢就在就是那个储存货的那个架子那边，就是站着游荡，所以他们就开始害怕起来。那他就在情急之下呢，他也没有想太多，他就马上呢就请他的那个就是道教师父。他那时候跟我说是茅山的，就请他来驱鬼。那真的是好像就是我们电影所看到的一样，
就是拿着那个葫芦啊，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了，这是他告诉我的，他就把那鬼啊全部就是他所谓的，就是他那时候我这是原本说，就他把所有的这是灵体啊吸进去这个葫芦里面，然后吸进去的没有关系，最糟糕的就是据他所说了那位师父告诉他呢，他把他丢去那个拔生河那边，你说是不是很戏剧化呢？所以这个造成了这个灵体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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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气，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甚至要拿他们的，就是他感觉到他自己说，他身为一个主管，他自己也蛮敏感的，他说他感觉到他想要就是不只是破坏那么简单，其实他想要就是说夺取他员工的性命，甚至是他自己的性命，因为他已经感觉到他在家里做事情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有东西跟着他这个是他主管讲的。那另外一位已经是看到了那个人头，那个血淋淋的那个人头，还有呢就是那个血淋淋的手，那个已经是就是这个是他的助手来的，所以他已经怕到这甚至是没有办法讲话，所以都是由这个主管来转述。OK， 大家好啊 ，OK， 我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打招呼，那我怕我讲话就是这样子，我一打断了之后我就想不起来我要讲什么，所以不好意思。那就这样子，整个状况我就终于明白了。那其实我说，哎呀，你应该早一点就是跟我就是联络，可能就避免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说他自己也很懊悔说，我当初真的是有点后悔说没有听就是前任就是管理员的就是管理层的那个劝告，所以就自己太自以为是了，就这么样子造成了这么多人的恐惧跟害怕，然后甚至还酿出生命的危险。后来他还给我看从那个电话里面他给我看他们的 CCTV 照出来的那个黑影，然后我看到一个男生就是他所谓的他的经理走进去他们的那个储存物的时候呢，就是他后面就是有跟着一个就是高高大大的黑影来的，就是你看起来应该是一个男生，就跟着他，然后是贴得他很近的，然后旁边呢就有一些就是影子这样飞来飞去，就是一个它真的是有个形状的。那所以每一个人就是我在看的时候啊，我其实是毛骨悚然的，其实那时候就是毛骨悚然，就是觉得真的是不得了。那他还后来还把这个就是 CCTV 的这个视频就是这个短短的这个 video 寄给我，那我看了一次我都不敢再看了所以其实你真的是会害怕，因为你没有，就是这个是太猛了。坦白说，就是好像我们所说的，就是好像猛鬼出关这么样子，就是好像在电影里面真的是发生在现实，所以没有人可以接受得到。这个，所以他就是那一天就是其实是很荒谬的。祈愿堂其实我们是做法会的嘛，没有想到会成为就是别人的一个避难所，所以我们那时候他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当他讲了之后，所以我才明白原来其实事情是这样子的。好，这个就是那后来呢就是我就跟他谈了，我就跟他说，我们一般上就是仁波切教我们的方式呢，其实是从来就是说不可以，就是说用有点像就是刚才这样子的，就是不近人情的方式去对待这些幽灵。就好像我在前几集所有谈到的，就是他们可能在那边住了蛮久的，就是比你还久。那你进去呢，其实是占了他的地方，然后你占了他的地方不用紧，你还用就是各种就是不人道的方式去赶他走，或者是赶绝杀尽，那他肯定不会给你就是好眼色看。
他肯定会还回给你，就是双倍的东西。后来呢，我们就是之后呢，其实当我做了这个法会给他的时候呢，那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些干扰，可是呢，干扰没有这么多。那他自己本身，他有告诉我说，那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面，然后后来就我们谈了，那他也答应说，就是每一个月呢会做这个心经除障法会。那第一次呢，我们就去到他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专柜啦，就是去到他的公司的那个办公室去做。那就是 before 这个商场开店之前呢，那我们去进行，免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要就是惊动太多人。那第一次去做的时候呢，感觉整个地方那个气味是蛮硬的，就是硬的，你讲不出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就是你不会觉得那个地方你很想待太久。虽然是装饰的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奢华，非常的就是华丽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就是他们所推售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的就是高档的，就是非常高级的，非常昂贵的，所以他们的设计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华丽，然后非常奢华。那可是呢，你进到去的时候呢，你真的不想待太久。地方不大，但是你不想待太久，那感觉上就是设计方面呢就是很舒服。可是像我进去呢，我会感觉到是好像有一种压迫的感觉，就好像很窒息的感觉。那我们就现场做了一场就是心经除障法。通常呢，其实我们这个心经除障法呢都不外出的，可是这一个例子却是比较例外的例子，因为实在是太过可我们就好像太过猛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到现场，我们帮他们就是连续做了3个月，都是在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就是闹鬼的地点做了3次。那一次比一次就好了很多。可是间中呢，后来这位主管直接联系我，那我们也建立了一定的一定的信任度，所以他每一次现在呢，就是有什么事情他都会直接找我。那我们他就告诉我说，其实间中我还是觉得有点不舒服。那每一次他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就是给他做法会。那他就每一次做完法会呢，都整个状况都很好。那我还忘记了刚才有讲到一个，就是在最猛的时候呢，不只是看到那个就是头，就是那个血淋淋的头，然后那个手。那我记得他还告诉我说，就是说他们家就是尤其是就是那时候第2次还是第3次，他有告诉我说，其实他已经感觉到有人在扯他的头发。这个是就是半夜的时候呢，就他工作回家，我就说这位主管工作回家的时候有人扯他的头发。所以他就已经开始是觉得越来越害怕。那后来呢，我们不只是帮他做这个心经除障法，因为他实在太害怕了，所以我就帮他做了，就是刚才安排了好几场就是多杰雄灯护法的法会。那我告诉他说，你不要太担心，你不要太过紧张，就告诉自己说，当初我是因为真的是不了解不明白，所以我触犯了你。那你现在跟他道个歉，然后跟他说呢，就是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但是因为我真的是太急了，太担心了，所以我才做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希望你原谅。那除了这样子之外，每一次他遇到这样子的一个被干扰的状况，我都会叫他这样子，就是要用比较宽容的心去对待这个就是灵体。那每一次呢，就是我们在进行法会的时候呢，那连续3次，其实我们都很早。我记得我们每一次进行法会都是在7点，早上7点，就是 before 那个就是那个商场还没有开，就是开门做生意之前，我们先做。那他也很准时，每一场法会他都会出席。那我就教他的方式就是说，你一定要发愿，就告诉这边的灵体说，
之前自己所做错的一定要道歉。那希望他们呢，大家就是原谅他，然后我们彼此和睦共处。那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们连续做了好几次。那每一次呢，就是法会开始之前呢，我都会叫他先许个愿。那渐渐的，他说那种干扰就比较少了。那记得他还跟我提到说，后来他有跟我提到说，其实那2个月最猛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公司的那个营业额是非常非常的低，接近是零啊，接近是零，完全没有一个顾客来找他们。所以他们那时候不只是焦虑在就是说被干扰，自己的生命受到危险，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完全没有收入，完全没有 customer 找他，所以而且他又是新进来的主管，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压力。所以那他说其实也是真的是幸好呢，因为他这个助手，所以他这个助手呢提醒他说，我们还是去找回这位就是这个讲法师，然后跟他就是谈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做法会帮忙一下这样子。所以因为这样子呢，所以他才会想到我们，就是在那个情急之下。那很可惜的就是这位助手呢，不久之后就辞职了。那我后来有联系他，他告诉我说，经历了那件就是被鬼骚扰的事情之后呢，他觉得他想通了很多。他说很多时候，当人啊就是在为自己的这个事业冲刺的时候呢，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说会惹到一些就是大麻烦，让自己生命差一点就没有了。那时候呢，他说他其实是跟家人两地相隔，所以他打算就是回家乡发展，所以之后他就离开了。所以我就说，那就祝福你。他其实在走的时候呢，他也是很感谢说我们就是在他那一刻最需要的时候呢帮到他，然后给他最大的安慰，给他最大的支持，所以他才度过那个难关。他说不只是那种害怕呢，不只是心理上的，其实因为心理害怕，然后他说到后来他自己想回来，他说他冷静想回来，他肯定不是幻觉。他说他真的是看到一双血淋淋的手，然后那个血淋淋的头在他的车，他在驾着车的时候跟着他跑，跟着捉着他的那个镜子。所以他说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影子呢是没有办法在他的那个记忆里面没有办法去消磨，就是没有办法去灭除。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真的是要记得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们真的是感觉就是说你明明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个他是明知道的就是他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只是他不了解整个状况，所以他做错了选择，他做错了一个决定，所以造成了他的员工他的助手差一点丧失了性命。那后来我们有再谈回来呢，他也告诉我说，他的一个员工也因为这件事情进医院住了差不多半年，没有办法工作，然后医生也检查不出来到底他发了什么病，所以他其实是这位新的主管是蛮内疚了，那时候他跟我说，所以他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抱歉。那不只是这位就是他的助手呢，就是他的前助手就是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他其他的那些员工呢身体状况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有一些呢就遇到一些小车祸小意外，所以就不停的这样子发生。这个是之后把这个事情就是慢慢的就是平息下来，他后来跟我分享的东西。那我说哇，真的是不简单耶。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看就是在我还没有
就是接这个案子之前呢，其实之前都已经是仁波切帮他们做了这个就是指示，叫他们一定要做这个法会。那可想而知呢，他这个其实是已经是蛮久的，这位就是这几个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啦，这几个幽灵哦，在这边已经是很久的历史了。对，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也没有去好好的去思考到他们那种感受哦，众生都有自己的感受，所以他们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那像这一群呢，就是我因为他说好几个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群的，所以他们用的方式是比较激烈的，他就是要你今天要拿我的命，那我今天也要你一命一命赔偿一命哦。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就是经验。那坦白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它也是一个讲就是一个很活生生的那个就是一种真的是很好的教训来的很好的教训。所以记得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呢，那请你千万不要随便找各派的所谓的师父去帮你们，就是驱魔驱鬼那要不然呢，如果是做的不好，处理的不当的话呢，那弄巧反拙，真的不要，然后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真的是不值得不只是这样子，就算是那个人没有就是被伤害，但是他心理上的阴影其实是不容易磨灭的，就好像这位前助理一样这个公司的前助理一样，他没有办法就是再待下去工作了，所以他说他还是选择回家乡。所以他说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对他来讲是太可怕了，他觉得那时候他真的是差点连性命都没有。那我们在谈的时候呢，他也说，其实他一直捂着胸口说，我呼吸不到。就是那一天就是他在祈言堂的时候，他一直我忘了刚才他说他呼吸不到。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状况所以千万我们说真的是很多东西其实你看不见听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这个你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一定要怀着对众生拥有那种怜悯之心，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仁波切教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对众生一定要有那个慈悲心一定要有慈悲心，而且呢也不要以为自己有能力去降服这些所谓的灵体有一些人呢就学了就是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两招的什么术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术了就是然后去帮朋友去降服这些就是所谓的灵体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灵体的那个能力往往是超出你想象的OK， 好，今天我的故事就到这里为止，是非常简短的一个故事，但是真的是活生生发生在我的就是我的记忆里面。那就好像你们看那个所谓的就是猛鬼什么猛鬼出关啦我们常常看到那个香港电影的那种各种鬼戏那种片段呢，其实有时候在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子发生所以千万不好和就是灵体开玩笑千万不可以就是拿他们来就是当作开玩笑的话题来聊真的是会不小心你触犯了他，然后你而不自知者 OK。 那我这边还没有结束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就是介绍刚才我有讲的这个就是心经除障法。那这个心经除障法呢，藏语呢就是叫做损顿顿度损顿顿度。那它其实是藏传佛教法会中其中一个最高阶的大法会之一。那我们在就是做这场法会的时候呢，通常都要最快都要整3个小时
才可以做完。那不只是如此呢，那你做它的头马呢也要半天哦，也要半天。所以它是属于一个就是非常大型的除障法来的。那我们是以念诵心经，在祈愿文里面呢，我们会念诵，就是重复念诵心经64遍。那心经呢，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对众生的一种就是慈悲，用慈悲来感化，把不好的那种就是很强恶的那种势力就是那种不好的那个能量化成正面的能量。所以心经呢，就是用这种就是不要用一种就是很柔软的那种很柔软的慈悲心感化你，降服你这个就是心经的那个力量。它本身呢，其实有非常强大的加持力如果你就是遇到了这样子的状况，或者是有时候就算是比如说你生病很严重的那种病症呢，其实心经除障法也是一个很好的法会来的。它可以把一些就是在就是我们的那种非常棘手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身体身业很重的身业，然后它可以帮你去除因为它是有柔软的心态，就是柔软的那种就是持诵的方式你知道了，大家都听过心经嘛心经是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个就是祈愿文来的。其实这个法会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非常复杂，它的仪轨是很复杂的。那心经心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那个能力，可以把这些讲呢，就是这些就是所谓的幽灵就是他们很生气的，我们可以把它就是从很生气就是很愤怒的状况之下呢降服呢，就是它本身就是佛的那个就是佛的慈悲心化现的每一个就是心咒呢，每一个祈愿文呢，其实都是佛的慈悲的心事化现的。所以当就是众生呢听到就是佛语就是佛的就是佛号所以他们就很快的就是会慢慢的平息他们的怒气。那心经除障法呢，它能够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在做心经除障法呢，简单来说就是用很简单的方式，它可以升起，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升起就是极大的正能量它可以升起极大的正能量。另外呢，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升起的极大的正能量呢，然后降服邪魔的那种负能量的干扰消除那种负能量。所以这个就是心经除障法的那个就是很强大的那个加持力跟它的这个力量。 OK， 这个就是我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心经除障法这个这个大法会的小小的就是简短的解释。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对心经除障法这个法会有什么不了解，或者是想要知道更多呢，其实可以联系我们，或者是在就是这个直播下面留言。好 OK， 好，那今天就就差不多接近尾声了。那我明天呢就是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接下来的第6个单元那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30分钟祈祷的力量将会呈现在接下来的第6集藏传佛教法会的力量里头。